安平、双港的地方，用港市合作的方式来兴建第一座台南摩天轮。才宣布要投入台南市长选战，国民党前立委陈以信讲政见，要伫安平打造台南摩天轮，要甲无利用的土地创造投资甲就业机会。不过这政见听起来敢若真熟悉。中原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听了我讲完以后，带了5个学生到了高雄爱河，我是不好意思讲。他说韩国瑜是天才啊！第2018年，韩国瑜选高雄市长，特别提出爱情摩天轮政见，迄时引发真侪讨论。如今2026地方选举，陈以信提出摩天轮政见，互话题，搁再互讨论。觉得大家来做公共政策方面的竞争，这是非常正面的。我们尊重并乐见所有可能增进台南市民福祉、促进城市发展的主张啊。摩天轮要起暗起，恐惊唔是遐尼简单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伊就讲，政见会当落办，不过法规、土地、财务爱考虑可行性。市府嘛进一步说明，目前安平上港开发案拢需要经过台湾港务公司审议，而且阁会报请交通部核定，市府无权利家己起。摩天轮可行性真低，不过各种政策豆豆仔出来，嘛互台南的选战更较拼势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